熊貓國師，近排好多人都講潮語，可唔可以揾你指點一下？頂你，我最近好 Q 忙嘅。不過冇計啦，身為國師，一般市民嘅潮語我就唔係太熟啦。但係啲達官貴人經常用嘅潮語，我都有啲心得可以同你吹兩嘴。今日要同你講嘅第一個潮語係軟對抗。呢個詞語嘅定義係硬對抗嘅相反。哦，咁借問聲硬對抗嘅定義係咩呢？而硬對抗嘅定義就係軟對抗嘅相反。熊貓國師，你咁樣即係玩鳩我啫。按你嘅講法，一個正常人應該係冇可能理解到咩叫軟對抗㗎喎。軟對抗嘅定義唔可以用常識去理解，而係靠體感。另一個我哋需要學嘅潮語就係片區。片堂我就聽過，咩叫做片區呢？其實片區就即係區，冇咗前面嘅字都係一面樣意思嘅。如果係咁，我哋做乜鳩硬係要加個片字上去呢？你問到呢個問題，原因就係因為潮。其實片區嘅字係可以用蟻文版本嘅潮語翻譯出嚟，佢意思就係地頭。間中亦可以同時解做發財、財路同埋游水。上等人潮語入面有另外一個字固化範圍，都係可以用蟻文嘅語言講出嚟。如果直譯嘅話，就係揸住雞毛當令箭，恃住有兩個臭錢就阻住地球轉嘅老屎忽。再用簡化語法技巧，我哋可以將呢一組說話嘅頭21個字刪除，剩返老屎忽3個字，而仍然唔會影響到原本文句每一個部分嘅任何意思。呢一個就正正係潮語博大精深嘅地方。下一個要講嘅潮語係重要講話。呢個字睇落普通嘢啫，有乜嘢咁特別呢？呢個潮語特別嘅地方唔係在於佢要表達講緊嘅說話有幾咁重要，而係要表達呢節講話以外嘅其他講話，即係冇標明重要嗰啲係幾咁唔重要。提到超廢嘅講話，有一個潮語我哋一定要識，就係講話精神。借問聲，講話精神究竟係一種咩精神嚟嘅呢？講話精神其實並唔係一種精神，但一個潮語絕對可以幫你喺廢到無法歸納內容嘅對話入面，做出瀟灑脫俗，同時又充滿住激情嘅專業回應。我哋一定要彎道超車，將集團做大做強，成為世界龍頭，再發展新嘅高質生意模式，然之後再將佢做大做強。你哋明唔明？緊跟老細講話精神。有一個潮語近來變得越嚟越流行，就係新征程。呢個潮語最大嘅特點係，佢雖然望上去似一個中文詞語，但其實完全唔係，而只係一個標點符號。咁講有啲複雜，大家不如睇下面呢3個例句，就會更加容易明白。各位覺得而家喺熒光幕見到嘅呢3個例句有啲乜嘢相同嘅地方？冇錯，呢3個例句入面嘅最後4個字都係可以完全刪除，而唔影響到內容。佢哋喺例句入面嘅唯一實際作用，只係作為一個句號。係喎，果然真係咁樣喎。所以當我哋講緊新征程嘅時候，其實只係講緊一個完美嘅句號。明晒啦，熊貓國師，多謝你塞錢入我袋啊！接住落嚟，我哋會講幾個有關經濟嘅潮語。第一個係機遇處處，佢真正嘅意思係。第二個係指明方向，佢嘅同義詞係。跟住仲有國際形勢多變，佢背後嘅潛台詞係。然後係積極融入，同義詞係。仲有互聯互通，即係講緊。同埋最後平衡整體利益，佢實際係想表達。老細，生活艱難，幾時加人工？我好理解，但係我哋有必要平衡整體利益。我受夠啦！你幾時真同你老婆離婚？傻妹，我哋有必要平衡整體利益。嚟到節目嘅最後，我想介紹一個喺潮語系統最複雜嘅語法，叫做車工 ization， 亦即係車工化嘅意思。佢指嘅係喺自己想講嘅嘢前面加上車公之簽講呢一句說話，從而達到騎劫車工嘅效果。就用車工零簽第22條做例子，我哋會透過一個好出色嘅範例展示呢種語法嘅威力。唔可以固有以前嘅做法，咁所以咧就要係創新，做事要
用心啲去諗啊，點樣先可以做得好？咁基本上都係又要係居安思危啦咁樣。呢個範例之所以出色，係因為佢成段嘢除咗個上字以外，係冇任何一個字或者意思同原本嘅簽文有關係。係喎，真係好高境界喎。不過講時講，究竟呢條廿二簽係講乜春嘅呢？原本我就諗住收工，不過見你有興趣，我就 OT 講埋個典故俾你聽。呢一支簽文其實係出自24孝入面嘅丁蘭黑幕古仔。話說東漢時代有條粉腸叫做丁蘭，佢有虐待老人嘅記錄，傳聞仲因為自己疏忽照顧，搞到佢老豆老母魂歸天國。不過有一日，佢突然之間孝心爆發，用舊木雕咗佢老豆老母嘅樣出嚟，仲開始對呢兩個手做嘅 figure 當人咁對待，每日噓寒問暖。呢啲排場好快令佢贏得當地孝子嘅稱號。老豆老母今日食咗飯未啊？哇！呢個真係孝子呢個孝嚟㗎。子好有孝心。不過佢老婆始終睇唔過眼，覺得佢掛住搞形式主義，冷落自己，於是乎就嘗試搞佢老豆老母個木上嚟泄憤。呢個舉動就好似拆佢個孝子招牌一樣。丁蘭發現佢老婆搞局之後嬲到爆炸，就將佢老婆休咗。而個故事到呢度就咁完結。你冇陰功啊！為咗兩碌木休咗我，因住飲水近骨死啊！結合呢個古仔嚟解讀條簽文，我哋可以得到以下車公俾我哋嘅啟示：要同啲扮做嘢嘅蛋散割席，記得帶眼識人，唔好為咗領着數去做賤嘢。有啲所謂嘅好事，只係表面嗰陣，同埋被人堆砌出嚟，要反省，其實嗰啲係咪壞事？簽文就講到呢度，希望大家今年時運高，行大運，唔會撞到呢類黑幕之夫。